唤醒容易，去味可不容易。此面具为鬼修罗一族制作，可从内到外完成唤醒。戴上后，你所愿自然成。鬼修罗最擅长踪影技，他们所至必不会错。别急，先取魄。七魄各长不同，不如就取掌管生育的雀阴，如何？您动手便是。收。好了，来，戴上面具。模样倒是不错，在下就祝您一行顺利了。谢了。